赶快请一请。咱安静咱的心伫上帝面前吼，咱要来锻炼咱今仔日的信息。第159首，主踮我心内，我无惊吓自在。咱第1节、第2节拢来锻炼一遍就好。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为你我心心烧了你无停，你催我更平，予我有更明，主催我智慧，予我通我苦，但是起点伫受你照顾，你做我天命，我做你的行，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同行。煞接39首。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阿罗主敬拜主到万代，伊献金到永远拢存在。主上帝爱讲你到怜悯，要一直甲什么当作你，主一直咱肉体相负，伊安慰受创伤的灵魂，伊叫咱一面对免惊吓，只有神上帝歌就伫这。煞接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第1节就好。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找好，伫你面前，对主报悔，他的世情。哦，咱今仔日信息就锻炼到这。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伫这圣的日子，白哥做伙来吟诗感谢主，因为咱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咱甲咱的边仔兄弟讲，咱是上帝所听的囝儿。感谢天父恩典的赏赐，日日引带咱，这是咱做伙起立，咱同齐唱歌来敬拜主。天父恩典真正大，做伙来拍鼓啊！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
稣，咱会当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阿门。咱伫遮当敬拜，当吟诗，当欢喜，感谢耶稣，咱拢成做一家人。阿门。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成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奉行三条主事定。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成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望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相款待。有时欢喜当日子，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年。因为耶稣成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咱有国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奉行三条主事定。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望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相款待。有时欢喜当日子，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年。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赏赐咱丰盛的恩典，感谢上帝，互咱有祈祷的权柄，感谢上帝，咱祈求主的恩光，被变作罗州这个土地。这时，咱用这首诗歌来成做咱的祈祷，用心灵甲诚实，咱来恳求主为这个土地完成新祈祷。为这个土地，咱深深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为这个城市，愿强被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骨了地球，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心国降临，愿双向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为这个土地，愿
阮深深祈祷，阮主的真理，若讲传递遍照，为一个城市，愿欠美困求，阮主赐我命，予阮久留地球，愿全力天父上帝，你信故降临，愿双向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力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愿中。全能去呗，愿全能天父上帝，你信故降临，愿双向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信故降临，咱来甲祈祷，愿来祈双求，向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弟兄姐妹，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自己，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恳求神圣灵此时此刻赐下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江河要永留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我们不再受黑暗权势所管辖，我们是自由的，是属神的儿女。主啊，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因此我们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求神的怜悯来临到台湾。虽然最近我们经历了地震以及台风的侵袭，但是我们相信，在世上虽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大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地虽改变，山虽摇动，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农历7月的时候，人们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心中没有平安。求神你来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主啊，求你高摩我们的口，让我们向他们来传扬主你的福音，让他们真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了。主啊，我们永不放弃，努力迫切的祷告，以信心及耐心来等候你。主，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替我们同心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一次将最大的掌声哈利路亚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时请拍开咱新圣诗第159首，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阿门。请坐，请坐。这时，请兄弟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大大的恩典，予阮会使有这个机会，甲所有兄弟姊妹聚集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主、阿罗主。主啊，帮助我拍伫你的听内面，互阮相信你会赐阮上好的福分，请互阮现在就有信心看见福分。你毋是惊吓，主啊，阮知影，诚做一个基督徒，无需要惊吓、担忧所有的风险，但要伊阻断阮的眼目，以致使阮将困难放伫阮的目前，你看袂见你。即马请帮助阮，甲眼目转到正确的方向点顶悬，就是你的心上。主，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请赐阮平安。阿门。这时，请兄弟拍开新圣诗后壁论启应文，启应文第60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这声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这声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话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接着，咱要请圣歌队
来献诗。今仔要献诗的题目是：你若出外远途旅行。这时，咱请兄弟起立，咱做伙来纪念新的改名。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你的上帝。这个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
兄弟咱做伙来共守上帝话。今仔咱上帝话，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你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招传会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惊吓的伫听，袂有招传。以上。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煞接，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爱里没有惧怕”。黎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他带新歌队所吟的迄首圣诗，甲咱讲，有耶稣甲咱同在，无论咱伫惊吓，或者是伫讨愧、戆影、孤单，伫无平稳的时阵，主伊拢甲咱同在。他带咱伫敬拜所吟的歌，咱诚做一家人。歌词嘛安尼甲咱讲，耶稣甲咱三艰苦。三安那，三甘甜。咱若有安尼的确信的时阵，咱应该是伫听的内面就无有啥物种的惊吓，因为这个惊吓就亲像刑罚，伫咧刑罚咱。啊，他在经文所讲，这个惧怕里，惧怕是一种刑罚。所以，毋望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听内面，咱是会当享受伫上帝的这个恩典的内面。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强调仁爱的信仰，因为上帝就是有听，有听的所在就有上帝。听是一个行动，伊毋是一个规矩，或者是一个框架、一个理论。咱看这个听要安怎写，来，咱的手拿起来写一下。笔画很多吼，那号名号这个。有这个字的囡仔，哇，写字就很辛苦哈。咱看这个听的内面有一个心，对不？有一个心，若无心的听是安那，就变成受。好，所以咱是爱诚做这个爱很漂亮。咱安尼愈看是毋是愈看愈水？愈看愈水。所以这个听是一种会当互人感受到的一种真诚的感情。内心充满耶稣的听的人，伊才会晓听人。全能的上帝，因为伊知影，咱人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惧怕，所以用安尼的经文，爱里没有惧怕，来安慰、来鼓励、来扶持咱的心。第一开始，咱做伙来吟一首真好听的诗歌，看见神的爱。神的爱不只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还可以看见。对伫上帝伊所创造的一切，咱会当看到上帝的天。伫海洋，伫阳光，以至于到人的微笑，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唱：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风鸣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我看见神，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遇到，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把你的边的人微笑一下。咱每一届来到的教会，好，我们不是把旁边的人当空气这样走过去，咱的确得爱给问候啊，眼神跟他相遇，然后能够怎么样？或许我们都很害羞，我们在要讲什么话，不过给讲一句上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爱你啊！啊，更较袂遐尼怒嘛，是平安。好，来，咱再甲咱的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平安。有这个平安的问候声响起的时候，哇，咱这个所在都有上帝听，因为会让人家感觉到很热络。好，来，咱个一盖，把这首看见神的爱，用我们最响亮的声音、最喜乐的心，一边拍手，一边自配来吟。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你我的脸上，在每个微笑，在每我能看见神的爱，在每个微笑，在每个拥抱，在每个祈祷，我看见神的爱。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看见上帝你的听，在这个创造的大自然的中间，我嘛看见上帝的听，在人跟人的之间。求主帮助我，让我用听、用信心、用仰望来起造我的生命，也来起造我的教会。求主帮助我，我在听的内面无有惊吓，因为主你是听我的神，你是接纳我一切的神。你是爱我献上我忧伤痛悔心的神，所以主，我在你的面前，我通好胆来到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每一个人对细汉到大汉，至少拢有这种惊吓、惧怕这种的感受经验甲情绪。咱看到一个囡仔，伊伫婴儿时期，伊就用哭来表示伊对人、对事、对环境迄种的不安。事实上，搁较早，当人还未成型，咱伫母胎的内面是一个胚胎的时阵，其实咱就会当感受到老母对咱的疼，甚至嘛会当感受到有时真侪只的囡仔是受到气散拒绝的，伊伫母胎内面，伊就会当感受到。所以有所谓的胎教，毋通会当透过妇人人怀孕的起初的一开始，
咱就祝福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就会当伫咱接受到咱的祝福来出世伫这个世间。我会记得当我怀孕的时阵，有一位长辈牧师看到我，甲我讲一句话，这句话嘛真做我一个提醒。伊讲：“怡娟，你爱喜乐哦，你爱喜乐，这个囡仔才会喜乐。”所以这句话伫我起初差不多3、4个月的时阵，我就甲伊记在心内。所以我常常唱歌、吟诗、弹琴，常常大笑。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这个怀孕的过程，通讲，互我感觉真甜蜜，因为我无任何的惊吓，因为过去我所惊吓的代志，拢无发生。安那惊吓？过去牧会教会是爱爬楼梯，要爬楼梯才能到礼拜堂，也要下楼梯才能到楼下，所以一定爱爬楼梯。然后牧师馆甲礼拜堂中间有一个中庭，这个中庭啊那落雨就会长青苔嘛，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搭这个采光，还没有搭这个采光罩，所以迄阵呢，哇，看到迄青苔嘛会惊讲，哎呦，我会敢会伫怀孕的时阵，有生的时阵，怎跋倒，怎厝一倒，也是拢爱爬楼梯啊，搁较行，敢会怎安尼跋倒？所以，拢会那用咱的想法，咱拢会想嘛吼，很多的害怕会临到。总是每一届我要落去到爱对牧师馆下楼梯，然后再经过中庭，再上楼梯到教堂的时候，我每次都祷告，上帝互我开力，伫怀孕的过程，我敢若求一项事，上帝互我继续会当服侍你，所以我是服侍到最后一天要去生囡仔。所以怀孕的时阵，嘛会当服侍主啊，腹肚愈来愈大，嘛会当服侍主啊。甚至囡仔生了满月了后，我就开始服侍，嘛会使服侍主啊。明天就住伫身边，我妈妈爱囡仔，背真背着伫遐弹琴。什么种的境遇，咱拢会当克服。伫听的内面无有惊吓，咱来想看觅。咱伫什么时阵会感觉到惊吓？通常对人来讲，伊伫做安全、做舒适、做熟悉的环境，伊袂惊吓。总是当人要去接触到陌生的环境，需要改变，需要接触到新的物件的时阵，做迄个还袂做过的代志，或者有无好的经验，互伊，才会拢会互伊惊吓。然后人伫惊吓，就会做啥物种？伊就会找理由，会找借口来提示、来否认、来拒绝。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天有一个大鬼，伊就找见小鬼讲：啊，你去城市去散播细菌，啊，毋茫会当害死2000个人。结果却死了4000人。结果这个大鬼伊就问这个小鬼讲，就甲骂：我毋是讲叫你害2000人，安那会死4000人？叫你害死2000人，结果却死了4000个人。结果这个小鬼伊就回答讲：哇，我奉命行事，只害死2000人，其他2000人是自己吓死的。所以死的这个的人就加倍，因为其他的2000个人是安那，互家己的想法惊死，听到一寡代志去惊死。所以人往往互家己的想法，互家己设定自限，这个想法给限制住了。所以对这个计谋，就是要互咱人来惊吓，要互咱来退缩，互咱胆怯。所以咱每一天的生活，咱的心思意念，通讲拢是一个属灵的竞争。惧怕的结果是什么？惧怕就是放大仇敌，然后怎么样？缩小自己，然后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就忘记了上帝。咱来想看嘛，是不是？这个也蛮合理的，也蛮有逻辑的。惊吓的是咱放大仇敌嘛，对敌，
这个仇敌不一定是人，有时是代志，有时是环境。然后咱就缩小自己，然后咱就袂记这上帝。伫箴言24章第10节，咱做伙读：你伫患难的日若退缩，你的溃烂就少。你在患难之日，如果胆怯了，你的力量就怎么样？就会微小哦。我最爱这个金句，很喜欢这一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鼓励了我。你在任何的环境，如果你先胆怯了，你的力量就会减到很小，就会微小。所以用这句话来推敲，就是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咱就爱更加勇敢，咱才会当有溃烂，对吧？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怎么样，我们的力量就如何。这嘛是圣经的话。咱看到摩西，当伊要受上帝的呼召来成做一个领导者的时阵，伊用什么理由来提示？伊讲：我的喙唇足钝的呢，我袂晓讲话。啊，这个百姓吼，伊嘛袂相信我，伊唔信我，嘛唔听我的话呢。结果耶和华上帝甲讲啥物？伊讲：伫你的手里有啥物？你有管啊，你有管啊，你有管。好，这个管后来上帝互伊行神迹。然后上帝嘛，耶和华上帝嘛甲摩西讲：你的阿兄阿伦足够讲话，我会派阿伦来成做你的左右手，来成做你的帮站的。安尼你要行啥物？所以伊的理由伫上帝面前不成立了，因为上帝替伊备班帮站伫伊的身边。过去伫牧会的时阵，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永远伫我的心中，因为这是一个见证。有一个囡仔，伊迄阵差不多国小12年级，12年级左右，生了真水。伊甲伊的阿嬷、妈妈住做伙。迄个时阵，阮同去迄间教会，然后要办暑假，要办一个营会，儿童营，还有短宣营会。我真期待这个囡仔会当来参加。我甲陈牧师就去伊的厝里，甲伊邀请，摕报名单要互伊写。结果迄个时阵，伊的阿嬷甲阮讲一项代志，讲哦，我很怕我的孙女哦。他对我讲的嘛，迄个礼拜堂就是高高低低嘛，爱爬楼梯，爱爬落来。伊讲我不行哦，这个孩子他是扁平足的哦，伊吼，我足惊伊爬楼梯会跌落，哦，足惊伊伫迄个教会中间安尼跌倒啊，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讲阿嬷，代志拢还未发生，你哪会早早就咧甲伊烦恼？哦，因为这是宝贝孙啊，嘛是唯一的独生女。我也讲，咱来试看卖，拢总有3个营会，你来先参加第一个，你后面再去讲。结果无拍算，这个囡仔3个营会拢参加了，这个暑假3个营会拢参加了，结果拢平安无代志。因为安尼，这个福音的经济开始伫这个囡仔伊的心中，也伫伊的老母的心中，一步一步。就常常来伫教会参加主日学、参加聚会，然后洗礼。咱当看到福音要伫一个人的生命来落实，是非常无简单，要不厌其烦，爱想办法，咱来协助伊会当克服伊心中的惊吓。所以人为什么会惊吓？有2项，第一就是对上帝无相信，毋捌上帝，毋知影上帝是生做啥物款，无概念。就算是基督徒嘛，无一定完全相信嘛吼。有时洗礼了后嘛，无一定完全信任上帝哦，嘛无完全交托，因为咱嘛是要靠家己，所以对上帝无相信，互咱惊吓。当耶稣过活的时阵，伊门徒伊的学生来显现。经文安那讲，伫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0节，这段咧描写，当耶稣过活的时阵，伊的学生
伊徛伫伊学生的中央，甲因讲愿恁平安。迄个学生啥物反应？戆领，佮惊，掠做所看见的是神，掠做所看见是这个魂呐、他们就惊慌害怕，因为唔相信耶稣会过活嘛。所以咱看，就算耶稣过活，徛伫学生的中间，学生犹原惊吓戆领呢。华语这样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来，你来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你就知我真正是耶稣过活呢。因为魂无骨无肉，恁看我啥物拢有。然后耶稣就将伊的手甲脚，互学生看。学生看了后，因才要相信呢。所以圣经讲，那个还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什么？有福了。你还没看到大圣，你先相信的时阵，你是有福气的。人对家己是有限，对家己的明白有限，有时咱嘛唔知咱咧惊啥物，但是咱的内心就是有一股咱讲莫名的恐惧，莫名就是讲袂出，嘛唔知影的。所以这个惊吓就互人失去困难，开始产生犹疑，就开始焦虑愁烦，就开始郁闷。我熟悉一个姊妹。伊甲我讲，牧师，我一直爱出国，每年大概出国2次。讲我见摆出国，我就困袂去。哇，若出国1礼拜，伊就1礼拜拢无困嘞。啊，若去欧洲2礼拜、3礼拜，伊就拢无困。我讲，安尼他会使，无困他会使。我讲来，你咧惊啥物？伊讲伊嘛毋知。但是伊若去欧洲吼，是咪拢会挂迄？有时挂一寡人像，伊若看到遐个图，伊就惊。哎呀，伊嘛毋知咧惊啥物，啊，就困袂去。我到尾讲，我就做毋甘即个姊妹，那安尼吼出国就困袂去，安尼毋是办法。我讲来，我教你祈祷。后来我就写了祷告文，个表背起来，讲你出国就带这个祷告文，出国去念。哎，真的呢，兄弟姊妹，上帝是听咱祈祷的神，伊甲牧师予伊祈祷文，他就放在身边，带去国外。结果予伊了后，第一届出国回来，我甲问讲：“猫咪姐啊，啊你有没有比较好睡？”伊讲：“牧师，我有睡了，我有睡着了。”感谢主，主安尼开始，这是一个，迄个时阵是一个无道友，到尾伊洗咧，真做基督徒。主安尼伊知影。上帝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人为什么会惊吓？因为咱缺乏爱，咱的心中失去上帝的听。恐惧会拦阻我们去爱。为什么恐惧会拦阻我们？因为人想要计算这个得失，人想要计算得失，人不愿牺牲，不愿意亏损，不愿意受到拒绝。伤害，所以咱就开始计算，开始跌的时阵，这个惊吓就拦阻我们去奉献、去牺牲、去怎么样，去毫无保留的给爱。咱看到最近过身的这个彭蒙慧老师，伊拄啊好，伊8月5号生日，8月6号过身，伫台湾超过70年的岁月。伊过身时阵98岁，8月6号那一天过世。我个人是非常钦佩这位律师。伊最后的遗嘱有交代说：“我把所有一切全部捐出来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害怕，没有任何的害怕拦阻他去爱，所以他不计算得失，他全部奉献了。其实伫伊的生命有一个故事，我到尾去看伊的一个。技术一个介绍，我才知，伊是一个独生者嘛，吼，拢是家己一个孤单一个人。总是过去伫少年的时阵，其实原本有机会会当结婚，嘛有一个美国的医生真介意伊，吼，有甲伊求婚啊，然后就搁摆一阵子，总是到最后，因为对方这一个。甲伊
追求的这一位男士，伊无意愿留伫台湾，所以彭蒙惠就拒绝伊的求婚，因为彭蒙惠伊要留伫台湾，伫遮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伊就拒绝对方的求婚。所以自安尼了后，伊就拢无结婚。但是伊讲，伊从来没有后悔，他从来没有后悔。伊嘛无家己的囡仔，总是有台湾侪人伊的属灵的囡仔，真侪人是透过读伊的即个所唤起的即个英文空中英语，来得到英文顶面的财物，甲累积英文的能力。即个惧怕惊吓，毋是干那讲咱看到代志惊，吼，也是囡仔哭。即个惊吓，伊会用无共款的形式温藏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亲像什么？亲像忧愁烦恼，亲像极度骄傲，亲像退却、胆怯、退缩、指控、怪罪、冷漠、怀疑、愤怒、怨恨、操纵、纷争等等。这通讲都是惊吓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以外显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所以圣经甲咱讲，这的惊吓拢会当除去。圣经为咱指出一条活路，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咱做伙读，请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焦躁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既若惊吓会直听，袂有焦躁。咱华语读一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伫听内面应该是爱无惊吓，包括咱伫咧侍奉上帝，咱侍奉的动机。嘛，毋是因为惊吓，毋是讲惊上帝。咱侍奉上帝的动机是因为疼上帝，是因为疼，毋是因为责任，是因为疼。所以因为疼伊，所以咱愿意来服侍上帝。这就亲像囝儿对父母会疼、会孝敬、会好心，是超越责任的，是因为疼老爸、疼老母。听的教育会当培养出一个健康的人格。其实有人伫咧教导囡仔的过程，会用恐吓，对不对？恐吓、威吓的方式。其实我嘛捌用，我嘛常常用这个方式呢。因为无步啊，只好恐吓、威胁、利诱。然后这个方式，互囡仔安那乖乖听你的话。但是这种乖乖听你的话，毋是出自伊的心，伊是出自惊吓哦。所以有一摆，当我咧看一寡教育的文章，这段话深深拍我的心。我讲，我无爱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宝贝的聆听。总是有时如果做生气，还是无报，我嘛是没办法，我嘛是会用恐吓威胁呢。然后我就求助人面下面，因为这真正毋是好的方式。因为出自惊吓，伊是因为惊再来。损探力，这个会扭曲一个人的性格呢。所以我认为健康的教育是用听，是包容，是没有惧怕的，才会当来教导出健康人格的一个囡仔。有一句话安尼讲：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她的深处，你会得到宽恕。这句话伫咧讲什么？伫咧讲咱人需要得到下面。亲像囡仔做毋着代志，伊其实已经期待咱做老爸老母会当来接纳伊，对无？好，有时明天做毋着代志，互我骂，互我安尼做生气，伊到下暗要困之前，拢会问我讲：“妈妈，你还爱我吗？”哎，我会害怕咧。啊，咱想看嘛，咱做毋甘一个囡仔用惊吓的心来入睡，咱爱下面，互伊心得到开阔、安心、放心。伊才会当平安来困，不是吗？所以大人嘛同款，咱大人，咱每一个成人，咱嘛需要来得到下面咱的辜负，亲像
下面辜负阮的人。咱看到耶稣，伊听世间人上悬的一个模范榜样，就是下面，伊伫笔顶伫十字架顶，伊个讲啥物？伊讲爸啊，下面因为因所做，因安那，因毋知。顶伫伊边仔两个才会犯人，有其中一个人甲伊踢球，然后伊就求天父上帝来下面因，真正爱听。来自上帝。伫今仔日经文18节、第19节就讲一段，咱做伙读。咱有听，因为伊大心疼咱。19节的经文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人是有限，总是上帝的听是无限。这个完全的听，完全是指长大成熟，是指人会当包容。所以爱是建立在包容。惧怕是破坏、拆毁，惧怕跟爱它是不能并存的。你不是听，就是惊吓。兄弟姊妹，咱这个时阵是听较多，还是惊吓较多？听较多，感谢主郑重。你说话很棒，哇！咱甲拍拍手。咱知影郑重是做故意的人吼。你看，上帝话互伊安那，互伊金喙会当开呢。开金口。好，这个英文 really love doesn't meet you at your best, it meets you in your mess。这句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这个意思，咱看我挑工甲用 best 跟 mess， 佮甲标红字，就是 best 就是最好 ，mess 就是你的乱流，你的混乱，你的困境。意思就是讲，这句话意思是讲，真实的听，毋是因为你足熬足好，才来伫迄个时间来发生。真实的听，是伫你就算你足软弱、你足歹、你足无好的时阵，会当来包容你，迄才是真实的听。但是伫你伫足 mess、足混乱、足困境的时阵，阁有人遐尼听你，咱想看嘛，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他对咱所读的经文，我们爱，因为神怎么样，先爱我们。咱爱袂听上帝的大声，上帝伊就听咱了嘛。毋是因为咱是 best， 毋是因为咱是上好的，是因为咱是伫 mess 的中间，伫混乱、伫困境的中间，上帝伊无弃杀咱。来，这两个人是啥物人？爸爸妈妈，我的老爸老母即马80几岁。为什么我爱写含着泪能向前奔走？好，这张图其实是我的爸爸赖给我，他祝父亲节快乐，主恩永结。但上面写了一段话：钢铁般的父亲，并非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向前奔走的人。好，爸爸在咱的心目中拢是钢铁般的巨人，对不对？好，伊意思讲，伊不是和你钢铁哦，伊的心是做柔软，他也是会有眼泪。为什么会有眼泪呢？因为有我这个姐姐，这个唐氏症的姐姐，她毫无惧怕的背起这只十字架，长达几年？53年，至今能再背。53年啊，搁咧排这支十字架，这支十字架爱排到最后才会变金的。所以有一个长辈牧师嘛安尼甲阮爸爸分享，佮比伊较长辈一个牧者讲，这支的十字架你爱家己排好哦，袂使放弃哦。长达50年，至今能再背。所以，一个老爸老母当伊心中咧疼囡仔的时阵，囡仔有瑕疵，囡仔有了不完全的所在，老爸老母犹原疼伊，不有惊吓。所以，爱里没有恐惧啊，因为爱，他可以把这个惧怕怎么样，化为一个力量。因为如果咱伫患难的咱
蹲内，咱来惊吓，咱的气力就微小，咱的气力就减少。所以我的老爸老母就勇敢面对这个11架53年，甲伊培养好势。伫这个世间，咱的疼要安怎？咱的恐惧要安怎除去？只有疼，爱能够除去惧怕。经文甲咱讲，恨能挑起争端，但是爱能怎么样？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伫我的生命的中间，有3项重大的代志，通讲是突破我的惊吓。这是伫我做牧师了后，我伫遐伫咧反省，我的生命减拢遮尔勇敢，无惊吓吗？有经过惊吓，所以会当坦然无惧伫遮来分享。第一项，我的惊吓是甚么？就是到伫我差不多26岁，大学毕业工作4年外，差不多迄时阵才26、27岁。我因为受到上帝的一个感动呼召，我必须爱辞掉我所热爱的工作，就是音乐教学工作。所以这个割舍，这个放弃，这个丢，就是生命第一步。上帝讲，你要读神学院，你不能一脚踏2条船。你袂当世间的代志，你也要抓；上帝的代志，你也要抓。你爱决定一项。所以我就常常甲我世间的音乐教导的工作甲伊辞掉。无当时我嘛想要安怎来来回回，台中台南会当佫教琴佫趁钱，然后佫读神学院。到尾我决定，我要专心伫神学院内面来受造就，伫遐来思考我的道上帝的道路。所以第一项就爱面对辞掉你所热爱的工作，读神学院。读神学院嘛毋是伫我的人生的计划，所以要入去读神学院，嘛会惊吓。总是上帝用伊的话来帮助我。就一个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伊讲：你着勇敢壮大，你无论打落去，我拢甲你同在。第二项突破我的惊吓，就是做牧师。做牧师，我是牧师囝，牧师囝上知牧师的事对吧？上知牧师的路，我太要搁行牧师的路。总是当咱的道路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要爱咱行，咱就无惊吓，咱就行起来，就安尼我做牧师。第三项就是生囡仔。我是到伫42岁怀孕，43岁生0天，伫一个真悬的岁数来生了我的查某囝，这是足大的稳定。这个惊，为什么我会惊吓？我结婚10年才怀孕，因为这个惊吓一直伫我的内心。第一项就是我的姐姐唐氏症的姐姐，所以这个温总伫人的内心，看到爸母特别妈妈怎样辛苦照顾姐姐，迄惊吓会伫查某囝的心内。然后我本身伫细汉，我就有心室中隔缺损。迄时阵医生甲我讲，大班的时阵检查出我的心脏有杂音，有破空。伊甲我讲，哇，这个以后如果遇到要大量输血的事情，你要很小心哦。哇，这个害怕就开始进入我的心中。举凡要挽喙齿会流血咱嘛知影要生产也是一个大量出血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惊吓都温总伫我的内心。所以当我开始决定要有一个囡仔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大声来求上帝赦免我的罪，因为咱的惊吓就是罪阻隔了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求上帝来赦免怜悯我。今仔日，咱要怎样来交出咱心中所有一切的惊吓？当耶稣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嘛有惊吓。总是耶稣伊却用上帝怎样甲伊同在，怎样疼伊，安尼一个伊深深的一个接受甲认同确信，用伊嘛疼上帝的心来驱走这一切的惊吓。
伊的祈祷安怎讲？伊讲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所以这嘛真做咱每一个人的祈祷，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人伫惊吓的时阵，要怎样来挖靠上帝？上帝话伫圣经的内面，甲咱讲不要惊慌，不要惧怕，有365处。其中一个诗人诗篇56篇安那甲咱讲，伊讲我伫惊吓的时安那，我要挖靠你，我已经挖靠上帝，我就安那，我就无惊。兄弟姊妹，咱伫惊吓的时阵，咱就挖靠上帝。当咱挖靠伊的时阵，咱就无惊。摩西死了后，又吩咐耶和华上帝吩咐约书亚爱起来，那真做一个领导者，来带百姓过约旦。伫迄个时阵，我想约书亚嘛有惊吓，总是上帝用伊的同在来治疗约书亚惊吓的心。约书亚上帝安那甲约书亚讲，伊讲咱做伙读，我怎样甲摩西伫地，也要安尼甲你伫地。我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咱若是甲一个囡仔安尼讲，囡仔会相信咱咯，吼，伊就哎，妈妈你不会离开我，伊就相信，啊，你不会再对我生气，伊就相信，伊就安心困。咱敢会当亲像囡仔回到单纯的信靠，所以圣经的嘛甲咱讲，咱爱要入天国的人爱亲像安那，亲像囡仔。约书亚嘛得到耶和华上帝安尼甲你讲，你当怎么样？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哪里去，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感谢上帝，互我甲陈牧师伫咱的教会4年久的时间，这个时间想起来也长也短，也短也长，是一段互阮有真好的一个历练甲磨练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互阮也真珍惜，我嘛真感谢上帝。伫这4年外来，感谢每一位长老、执事、干事以及团契干部，同工有恁美好做伙夫妻帮赞美好的同工，互教会会当伫真稳定的中间来进步成长。也感谢兄弟姊妹，恁每一位对牧家的爱护甲疼惜。牧师其实嘛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伊嘛有软弱的时阵，伊嘛有有限的时阵。总是牧师等于若会当伫一个有听的所在来服侍，伊就有气力，伊就袂惊吓。同款，甲咱兄弟姊妹同款。吼，你咧服侍的时阵，若受到恶扰困定，你会哪服侍哪有气力？吼，是毋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得到这个服侍顶面的疼痛。而且，阮感谢主，其实阮是哪服侍哪有气力，因为阮服侍是一项真甘甜的事。而且，也要期许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集，咱伫信用服侍主的道路，爱不退缩、不保留、不遗憾。上重要是咱中间有这个疼。我的婆婆牧师妈，伊伫临终前，甲伊的囡仔讲一句话，伊讲安那爱彼此相爱。咱的教会，检菜即将面临是一个暂时无驻堂牧者的一个日子。我会当理解，咱拢是失落，也是一种失落的中间，嘛带着一种惊吓。总是咱注目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咱唔通袂记记，耶稣基督才是咱的大牧者，这是教会的头。教会只有祭坛，没有舞台；教会只有舍己，没有利己；
教会只有建造，没有拆毁。每一个人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毋茫中一信徒会当用听家己囡仔的心，听你的厝人迄种的心来听咱的教会。你这样去爱就对了。好，这个听仁爱、望信心的开展，会当继续伫咱的教会中间，伫遮来容神一人。这句话安怎讲？伊讲爱是一份照明，我们独自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发现生命的意义，我们只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得到。好，所以爱就是不断的在跟你不同的人的当中，这个接纳异己，接纳不同款的，这个才是爱。因为爱是凡事这样包容，凡事相信。好，我看你看这种做水的画面，好像一个大家庭，不是吗？缺一个人都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怎么样起一角，所以每一个人都真重要。在这路州教会中间，教会不是一群你自己挑选的朋友，是上帝帮你挑选的弟兄姐妹。凡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要顺谈嘛，我们就默然不语嘛。好，还记得这个吗？咱经过150周年，稳定大大降临在咱的教会中间。咱毋望这个稳定，这个荣耀是继续在咧写路州教会的故事。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是主角哦，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在中间来奔下路州教会继续150年的荣耀的故事。好，没关系。咱做伙来吟，我有写一首用约翰福音14章34节所写新的诫命。咱遵守主的诫命，彼此相听，就这间教会就会兴旺。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相听，着相听，着相听，着真啦，面对啊你知，你是我的学生，咱着彼此相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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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面对啊你知，你是我的学生，咱着彼此相听，咱着彼此相听。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就是听，阮伫你的内面就无惊吓。主啊，听对你遐来，有听的所在就有上帝。主啊，互阮的教会充满主你的听，因为主你就是阮教会的头，就是阮教会的大牧者。伫你的内面，阮无惊吓，互阮继续向前，行伫信仰服侍的道路。因为主你已经用你的话
来安慰夫妻，帮长官，爱你没有惧怕，因为惧怕是一种刑罚。主啊，这个刑罚求你来摕掉，互阮的心中单单为耶稣你的疼，因为只有耶稣的疼，会当互阮去疼别人，会当去疼迄个甲阮无同款，甚至是对敌阮的人。主啊，帮助阮，将耶稣的疼放伫阮的心内，也成做掌管这间教会上悬的一个溃烂耶稣的疼。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弟拍开神圣诗第39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坐。按即时备办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出席服侍。请起立。
请兄弟，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今仔经句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咱台语的，咱读2摆。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照正的听，赶出惊吓。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照正的听，赶出惊吓。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煞接，咱来欢迎新的朋友。咱今仔有一位新的朋友江全竹，咱大家拍鼓仔甲欢迎。伊住咧咱泸州鹭江街89巷2号4楼。江弟兄，欢迎你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谢谢。煞接，咱来做会务的报告。我约伫大家，两位兄弟来做一个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两位牧师，第二长老叶秀兰长老，甲中会事务部的部长，甲小会议长，咱伫8月15顶礼拜4下晡伫教会办理离职交接完成。第二，咱国成牧师今仔率领咱青少年团体前往三芝举办灵修生活营。今日本会主日讲道由咱敬听的林牧师来主理。第三，咱8月25下主日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教社委员主要的事工有国内外急难救助、社群关怀、甲宣告社会公义、甲和平、永续的环境，兄弟请关心大道。每日在3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兄弟大家踊跃参加会期报告，请兄弟家己来过目。团契消息：第一，青少年团契伫8月17到18拜六礼拜举行灵修生活营，主题关系3部曲，主礼由咱国成牧师，地点伫三芝。第二，咱圣歌队。伫8月24拜六，就是即个拜六，咱会记哩时间，要举行音乐营，主题为荣耀上帝。圣歌队服侍主礼是咱林医馆牧师。地点咱要伫桃园大溪东河音乐体验馆参访大溪教会甲聚会，愿主看顾出入平安。我再一次甲大家提醒，会记哩是8月24拜六举行。第三点，双年团契的消息。伫8月25下主日第2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由咱杨丽珍长老娘主礼。要讲的主题是毋免着惊。做伙来读经比赛，具体相当的部分，请兄弟家己过目，为顶悬所记载所有来祈祷。教会消息无，过来咱要请于娟牧师来甲咱做补充报告。今仔日下暗佳音特别回去美国了吼，伫这段时间，伊自5月就回来嘛就开始回来就马不停蹄，伫教会遮营甲服侍，也指导爵士鼓，昨嘛去参加这个青少年营，今仔日就搁转来教会服侍真正是服侍到最后安尼咱甲泡泡甲佳音谢谢一下咱嘛有伊的行程。好，来，我们一起来为他做一个祷告来。
为佳音今晚能够平安到美国，咱为伊来祈祷哦，吼！天父上帝，愿将佳音交伫你的手中，下暗伊就要转去美国，也伫飞轮机顶，主啊，互伊出入拢得平安，有上帝你的神甲伊同在，一路平安到伫美国，伫遐有好的学习啊，伫遐有好的遮的伫生活顶面，拢得到上帝你大大的恩赐看顾。主啊，互伊一人伫美国的所在，更较经验到，更较体验到上帝你是甲伊同在的神，伊无论伫倒位，主你拢甲伊同在。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安尼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弟咱起立，咱拍开新圣诗第395首，咱来吟上行尾面诗。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一声天父，愿感谢你，受你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悔，家己洗清。一关心内，结好归正，献出你爱，最好模样，因全人灵魂的救。我要是所求主赐福，困苦的人，属于快乐，诚实因错，甲阮同行，坚毅有志，因光立命。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